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日 C Channel。今日我想同大家講單睇到人把幾火嘅非常父母奇案。呢對所謂嘅父母口口聲聲話為咗捍衛私隱同制度對抗嘅故事，甚至之前仲搞咗個專業叫做 Save Lily， 想營救俾瑞典政府搶走嘅兒女。但當我哋將佢哋過去10年間喺芬蘭、瑞典、英國再到香港嘅所作所為連埋一齊睇，呢件事根本就唔係啲咩迫害，而係一場徹頭徹尾自私自利、執迷不悟，將親生骨肉當作個人編輯試驗品嘅悲劇。呢兩條友早前喺長沙灣因為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雖然最新消息話驗咗 DNA， 證明到佢哋真係細路嘅親生父母，但我想講，就算係親生啊，呢兩條友都完全冇資格為人父母。成件事依家由 Save Lily 變成 Save Danny， 真係多謝呢對恐怖家長啊！將3個親生仔女推入萬劫不復嘅深淵。我哋重溫呢對人渣點樣喺過去10年橫跨大半個地球去折磨佢哋嘅下一代。男嘅姓曾，女嘅姓關，一個就報稱有物理治療師嘅資格，一個啊報稱有教師嘅資格，兩個都算係高學歷有文化嘅人。2016年，男方去芬蘭讀書，女方就陪同。好啦，問題就嚟啦。2019年，女方喺芬蘭屋企自行分娩，誕下咗大女。你要知道喺文明社會，生仔去醫院係常識嚟噶嘛，但係佢哋偏偏要玩喺屋企生，結果個大女出世得1個月就夭折咗。當時啊，男方話自己識得護理，自己幫個女做心肺復甦，最後救唔返啦。芬蘭嘅警方即刻控告佢哋涉嫌遺棄同嚴重疏忽照顧殺人。雖然呢對男女事後死兜，話個女係死於自然嘅心臟病。芬蘭警方後嚟亦因為考慮到公共利益等原因，冇繼續告落去。但係呢個悲劇根本就係一個血淋淋嘅警號。正常人如果經歷過一次屋企生仔導致夭折嘅切膚之痛，下一次懷孕一定會更加小心，揾更好嘅醫院同醫療意見啊嘛，去保障 BB 嘅安全。但係呢對男女嘅 mindset 係同正常人完全相反啊！2021年個女人再度懷孕，佢哋竟然完全冇吸取大女夭折嘅教訓，再次選擇喺芬蘭屋企自行分娩，生咗兒女 Lily。生完之後，佢哋唔去幫個女辦理出生登記，連出世紙都唔要。當芬蘭警方同社福人員上門突擊檢查，覺得個細路安全有問題嘅時候，呢對父母第一時間諗嘅唔係點樣配合政府去保障個女，而係覺得當地唔安全，連夜去銀行提走幾十萬港元嘅歐羅，帶埋個女做逃犯，由芬蘭潛逃去瑞典。去到瑞典，因為冇合法居留嘅身份，又冇得租屋，只能夠帶住個女，好似流浪漢咁喺一架貨車度輾轉流落喺各大嘅旅館。去到2023年底，瑞典警方喺佢哋架貨車度搜出咗大筆現金，懷疑佢哋洗黑錢，將兩條友單獨囚禁。當時得2歲嘅兒女 Lily 就喺瑞典林雪平社福局接管。呢對父母不斷喺網上叫慘，話瑞典政府搶走佢哋個女，話自己好無辜。但係根據後嚟英國法庭文件引述，瑞典當局嘅評估報告，真相簡直係令人髮指啊！瑞典社福人員發現 Lily 嘅時候，呢個2歲嘅小朋友全身上下只係着住一件睡衣，成身污糟邋遢，仲患有極度嚴重嘅濕疹。最恐怖嘅係2歲仔嘅牙齒已經嚴重受損。瑞典社福局睇到咁樣嘅情況，任何一個有良知嘅人都會得出同一個結論啦。呢對父母根本完全冇照顧嘅能力，甚至係喺度虐待兒童啊！於是瑞典當局大條道理拒絕交還 Lily，
直接將佢安排去寄養嘅家庭。呢對父母點做？佢哋喺2024年3月索性就唔要個女，兩條友拍籮柚，自己買機票走去英國生活，之後再大搖大擺咁翻嚟香港。佢哋將個女留低喺歐洲做無證孤兒，然後喺 Facebook 開個專頁叫做 Save Lily， 將自己包裝成政治迫害或者體制迫害嘅受害者，喺網上圍爐同埋攞同情。好啦，翻到香港，你以為佢哋會洗心革面咩？並冇。今年4月，女方喺香港又懷孕，經歷過大女夭折，二女因為全身污糟，牙齒爛晒而俾瑞典政府強制接管嘅慘痛教訓之後，呢對男女喺香港依然故我，第3次選擇喺屋企自行分娩，生咗細仔 Danny。生咗 Danny 之後，歷史又再次重演啦。入境處要求佢哋交出 DNA 樣本作對比，以證明血緣關係，從而發出誓紙。呢個係非常合情合理，保護兒童唔好俾人拐賣嘅正常程序。但個男方竟然喺電台同傳媒面前講埋晒啲歪理，話我哋愛個仔就應該話俾佢知，我哋要捍衛我哋嘅權利，唔可以偏向咗兒童權利而唔去保障我本人嘅私隱權。佢仲大言不慚咁話，主要嘅責任係喺政府度，政府應該酌情發臨時證明，唔應該逼佢交 DNA。 結果因為佢哋嘅自私同偏執， Danny 出世1個幾月，冇出世紙，冇身份證明，冇做過任何新生嬰兒嘅醫療檢查，冇打過預防針。如果唔係傳媒廣泛報道，警方喺6月2號拉人，將 Danny 護送到去醫院檢查。呢個無辜嘅 BB 將會正式成為 Lily 2.0， 喺香港成為一個完全不存在嘅幽靈人口，或者分分鐘好似大家姐咁慘死啊！呢對魔鬼父母口口聲聲話捍衛私隱權，話愛個仔，但你哋嘅所作所為係將自己所謂嘅私隱凌駕喺一個啱啱出世、毫無反抗能力嘅嬰兒嘅生存權、醫療權同發展權之上啊！咩叫為人父母啊？為人父母嘅天職係要成為仔女嘅保護傘，為咗仔女嘅健康同未來，唔少父母可以毫無保留咁樣付出。但係你哋呢，痴痴呆呆坐埋一台，唔緊要。但唔識就唔好生啊嘛！而家害咗3個細路啊，個仔冇預防針打，冇得睇醫生。你用仔女嘅人生同生命，成為你哋嘅政治或者宗教偏執做籌碼。大女死咗，兒女爛牙，成身濕疹被接管，三仔啊差啲變幽靈人口。呢啲唔係疏忽照顧，呢個根本就係謀殺。你哋完全冇資格做人老豆老母啊！雖然呢對魔鬼嘅惡行全港皆知，但係現行嘅香港法律框架之下，要真正定佢哋罪，居然係一件非常困難嘅事。呢個亦係點解呢兩條友喺入獄或者被拘留1日之後，一答應驗 DNA 就即刻可以大搖大擺咁樣獲准保釋嘅原因。點解呢對人渣咁難定罪呢？根據香港01所講，根據生死登記條例，父母雖然要喺嬰兒出生之後42天之內辦理登記，如果刻意唔依從嘅話，最高罰款都係2000蚊或者坐6個月。但係法例嘅灰色地帶喺邊度？呢對父母就好鬼鼠嘅，佢哋就唔係唔去申請，佢哋喺限期內係有去辦理手續嘅。亦都口口聲聲話自己好想幫個仔攞出世紙，成件事就卡住，係因為佢哋唔願意提供 DNA。但係偏偏現行嘅生死登記條例，並沒有賦予入境處絕對嘅法定權力，去強制每一個報稱喺屋企生仔嘅父母必須提交 DNA 嘅。佢哋有做申請呢個動作，喺法律技術層面上，你就好難直接用生死登記條例去入佢哋罪嘅噃。於是警方就只能夠用侵害人身罪條例入面嘅
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即係俗稱嘅疏忽照顧兒童罪去拉人咯。但係呢條罪嘅定罪門檻就非常之高嘅。控方如果要成功入罪呢，就必須要證明父母嘅行為對個小朋友造成咗實質嘅身體或者心理傷害。好似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話齋，嬰兒出生之後從來冇做過身體檢查，冇任何醫療記錄，已經係構成疏忽照顧啦。但係如果 Danny 送到去醫院檢查之後，發現除咗冇打針、冇醫療記錄之外，個身體竟然係健全，冇表面傷痕，營養充足嘅話呢，喺法庭辯論上，辯方律師就可以強烈咁樣抗辯，話父母每日都專心照料，用純母乳去餵哺，小朋友健康良好，從而就可以反駁實質傷害呢一點啦。當年97回歸到2015年，香港其實出現過超過500宗無證兒童嘅個案，最長一單甚至隱匿咗15年啊！好多個案係因為單親、家庭變故或者棄嬰。但係今次呢單案最惡劣嘅地方係父母健全、有學歷、有能力，但係就因為極端嘅個人偏執，故意將個細路變成無證兒童。香港現行嘅虐兒條例顯然就唔係萬靈丹啦。你哋喺芬蘭搞到個大女夭折，去到瑞典帶埋個女潛逃流浪，返到香港又搞到三仔冇出世紙，要警方破門拉人。人哋瑞典嘅法院只要睇到呢份橫跨歐亞嘅記錄都絕對唔可能將 Lily 交還俾你哋呢兩條社會毒瘤啦。Lily 依家喺瑞典嘅寄養家庭，有正常嘅生活，有醫療保障，有書讀，有尊嚴，比起跟住你哋兩個 short 嘅做無證難民，好過千倍萬倍。呢單 Save Lily 變成 Save Danny 嘅鬧劇。社會福利署依家已經正式向法庭申請咗保護令。Danny 雖然證實咗係親生，但係目前按法庭嘅指示，暫時由收容所同專業醫護人員照顧。希望個天有眼啦，等呢兩個小朋友從此遠離呢對魔鬼男女啊！請各位觀眾立刻 subscribe 我哋今日 C Channel CLS comment like share， 我哋會更落力製作更多嘅資訊俾大家。多謝支持。